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搁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为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生五万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大家好，今仔日咱要来讲一个即马上烧的话题——白银。2025年，这个市草要安怎看？奇怪哦，工厂明明嫌贵，欠啊用，哪会计数犹原飞上天？这就是这份 Metal Focus 报告要讲的重点。工厂上要欠，毋过大雨闪风头，拼命准。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先来看攻击面，也就是乌矿的这边。今年矿场头家真正是冒死啊！虽然讲产量原地踏步，无乌较多，墨西哥加的拄好互秘鲁减的抵消去。毋过，恁看这个数字，成本降13块美金，买物件变贵，成本变俗，一盎司利润悬到19块7，这是10几年来上好的光景。矿场头家即马困去，应该拢会笑。刷落来，咱来看需求面，总需求估计会减2%，因为景气歹，大家毋敢乌白开钱，尤其是太阳能，这实在足矛盾的。房仔明明增加满山遍野，结果白银用量煞变少，这是因为银仔伤贵，厂商想尽办法研发免用银的技术。好佳在，即马有少年家，也就是 AI 资料中心甲电动车，伫咧褪计数。若无，工业需求会搁较惨。既然工厂无爱用，安尼是谁人伫买？答案就是投机客。这阵大雨真正是惊死拼命买。因买白银，毋是要摕来用，是伫咧买保险。惊物价起甲挡袂牢，惊政府欠钱欠甲算袂清，惊世界大战拍来拍去。恁看 ETF 像掠狂共款，今年已经扫1.87亿盎司，这才是推动计数真正的主力。而且报告讲，一半的货拢伫伦敦，结果库存紧甲要死，现货拢互人去打去啊！总结前几年的状况，就是5个字：连续5年拢无够。自从2021年开始，白银就是入来的无够出去的。虽然讲明年的缺口有缩小淡薄，毋过犹原欠9500万盎司。前5年加的总共欠8.2亿盎司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莫怪库存会去互吸大，计数会落袂落来。最后来看世界各地的状况，这叫做东西军大战。筹码换手，美国散户即马是得卖。美国人看计数好，也是欠钱，银装弹出来卖，这叫做有赚就好。毋过印度散户真正弱，即马是伫买，虽然贵，因照常买进，看好明年会搁较贵。咱做股票拢知影，筹码若对散户捞起大雨，捞起东风，即款行情通常就真稳，袂凊彩翻盘。最后送大家这两句话：工厂嫌贵无爱用，大雨惊死一直抢。未来的白银计数，毋是看工厂的订单，是看大家的胆量，甲仓库的空位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